長和據報將會繼續推動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業務，爭取喺下星期簽約。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長和出售海外港口業務嘅計劃雖然引嚟中方關注，但集團將會繼續推動交易。報道話，相關各方目前正致力處理盡職調查、稅務、會計同其他交易條款，爭取按原定計劃喺4月2號前簽訂協議。長和計劃向美國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牽頭嘅財團出售和記港口集團嘅非中國資產，包括巴拿馬運河2個港口嘅營運權。報道話，長和同貝萊德訂立145日嘅獨家磋商期。知情人士認為，條款令其他潛在買家，包括中國國有企業，幾乎冇介入談判嘅空間。相關交易引起中方不滿。彭博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話，包括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在內，多個政府機構已經按高層指示，研究呢筆交易係咪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或者反壟斷違規行為。國務院港澳辦網站亦先後轉載文章，引述網上批評交易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大公報星期3再刊登評論文章，話長和賣港口嘅消息公佈近1個月，公司一方面拒絕作出任何正面回應，另一方面喺媒體上散佈各種混淆視聽，甚至別有用心嘅論調。文章話，企業逐利無可厚非，不過大企業既要算自己嘅交易帳，亦要算好長遠帳，更加要算好國家發展嘅大帳。如果堅持喺錯誤嘅道路上越行越遠，後果將會十分嚴重。希望相關企業切勿作出錯誤嘅判斷，唔好一錯再錯。